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3 AM 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部雨水细细来，屏东高雄有海水倒灌加停电的情形。日本九州受到黄泉雨方面的影响，大雨成灾，有250万人爱离开避难。中国媒体也放出着驻港部队演习的相片，威胁的气味真高。今仔日南部雨是落了几粒阵，大个咩？搁再加上今仔日是旧历的初一，海水是大流。高雄甲屏东沿海透早有海水倒灌的情形，东柳线也受到影响，下晡2点最后一班的航班也随来停止开路。在台南也因为气流旺盛，强风甲铁厝的皮拢吹起来，害到2400几户来停电，好在在是无人受伤。清洁队派车要清除涂骹这片铁片厝顶早起9点外，台南真地风雨正强，这片厝顶熊熊被吹落来，造成附近超过2400户停电。发生怎飞起嚟，飞起嚟，迄风大怎卷起嚟啊，卷起嚟怎飞对遐去啊？2楼嘛滴落啊，规个拢淹水啊。无厝顶出来对咧落雨，将厝子淋甲湿糊糊。附近民众一开始以为出现假烈风，不过气象站观测了后，确定是气流旺盛所造成。这种强阵风呢，有可能会把比较不坚固的这些屋顶啊或什么的，把它吹翻都有机会。那我们的资料看起来，今天仁德呢，在9点多10点的时候是有一个强阵风，大概有达到7级左右。受到热带低气压甲西南风影响，南部出现真侪摆暴雨，高雄基顶就因为透早落雨加上大流，海水淹入楼梯，雨甲在深度只有千几公分，无淹入厝内。不过伫屏东东港，大涌道拍到了尾头，东流线干圳的所在甲花桥市场拢受到影响，路面也阁积水。伤寒啦！伤寒嘛，电动作做迄围墙动无爱。阮来的时阵已经破到乱七八糟啊，所以阮来整理啊，拢已经拢装好啊。啊，地阮甲搬去啊，啊无这拢扫来伫遮。因为海象实在无好，客轮早起宣布上班下晡2点停航，真侪游客被迫提早移开小琉球。排了好久，我们10点开始排到最后一班。被那个浪比较大溅起来，我们站一排，刚好都被喷到衣服跟脸。风险实在太过大，为了安全，部分客轮也将落船的所在改到附近的叶埔渔港，顺利完成收分。不过4号天气依然是无稳定，航班甚受改动，客轮公司会继续注意海象。记者综合报道。印度风台木温昨暗来形成咯，在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头拢在落雨。气象局也针对着台南以南以及着台东等县市发布了大雨的特报。气象局也表示讲，这个风台强度会较低，不过西南风的水气是真足，可能要到拜5雨开小停挂。今年第4号风台木恩正式形成，对气象局的路径有会当看到，木恩以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西方向移动，一直这2天进入越南北部和广西附近，强度会大大减弱，对台湾袂有直接影响。但是台湾因为低压带和午后对流云系发展了真旺，气象局针对屏东县发布大水雨特报，嘛对云林到高雄、宜兰、台东和基隆北海岸、新北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明天的话，由于受到西南风逐渐增强的影响，因此呢，在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则是多数都是以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为主。根据气象局监测，对半暝0点开始到下晡，累计落雨上侪前10名，大部分集中伫台南市和高雄。其中台南的安南区累计雨量更加来到150.5毫米。气象局表示，虽然木恩风台大大减弱，但是刷到来几天，南海附近的西南风嘛是继续为台湾带来水汽。大气的一个环境哈，其实看起来还是要持续到这个未来下个礼拜左右等到下个礼拜末。
之后呢，太平洋高压势力重新再增强之后，我们的天气形态才会稍微转变，比较稳定、比较炎热的一个天气。气象局嘛有测，全台湾拜五了后，落雨才会豆豆啊变少，但是各地嘛是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尤其中南部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大雨。各个地区甚至讲有大水雨发生的可能，有了爱到初九下礼拜2了后，天气才会变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的天狗日疫情一时一直在摊开，高雄又该新增加着2日的本土天狗日。到星期三为止，高雄已经拢总有31例，在台南也累积到4例。这个4例拢是捌去过甲有东菜市。台南市政府也研判到东菜市是摊病网的大本营，明仔载要开始休市2天来消毒，也会针对着这个大头家来抽血检查。防疫人员一直转药啊，虽然讲落雨可能影响效果，啊，不过高雄陆地区新增一个本土性天狗热，嘛是爱加强防治。陆地区的这个个案是一个会运司机，甲台南东菜市群聚感染的个案，拢是第2型天狗热的病毒，佮加上伊逐工拢伫家己台南高雄往回，无排除是台南天狗热的群聚感染。是不是和台南的第2型虽然同一个型别，但是是不是有相关性？那还得靠中央他们把这个基因做一个定序，确认是不是同一个来源之后，才能够确定。除了会运司机以外，高雄拜三下晡阁宣布增加2例本土性的病例，其大地分别是三明区、左营区，2个人验出来甲进前群聚病发拢是第4型，无排除讲疫情即马已经拖到三明区本河里，还有左营区蔡公里4口维亚的社区。若是台南的部分是出现第4个染病的病例，嘛是今年度年岁上轻的个案，是一个敢若2岁的囡仔。不会，但是我会小心。比如说我会穿长袖或长裤，我就比较会穿，不会穿短袖短裤来这样。但是阮的市场，阮的摊商内底也毋捌发生过，无一个摊商有发生过这个病例。大家拢讲的这阮嘛感觉足奇怪。又搁毋是讲阮遮在地的里面呢。这个2岁囡仔甲进前3例病例共通性，拢是捌去过东菜市场。市府判断讲，东菜市可能是摊病网真高生的所在。除了休市2天以外，嘛会帮助这个人抽血检测感受染病。面对台南、高雄小连增加天狗热的新病例，市长黄伟铁嘛强调讲，爱做伙合作。高雄跟台南这么近，唇亡齿就寒。高雄重感冒，台南会打喷嚏啊。从这次的疫情来看，我们都有很多共同可以经验交流、人员协助，还有这个经验可以互相交流的地方。高雄市表示，台南甲高雄有真侪所在拢真相我，针对这块区域，会甲台南市防疫人员做伙来合作，避免出现排挤效应，和防地部分出现漏交的所在。记者报道。台湾的烤地也总算是备检了。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下晡也到新竹的新丰市市场，宣誓着烤地也的考验总算是过关啊，肯定着国内共同拍拼的成果。不过，针对着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候选人郭台铭，批评着国家的财政，蔡英文也认为讲，拿赢当咧党内初选，针对着这政者用着无道理，而且是情绪性的批评，这不是一个好现象。经过22年的拍拼，台湾的烤地业总算成功破灭。不过目前市地的业者嘛是搁面对非洲地这威胁。总统蔡英文下晡伫新竹县新丰乡视察市地调的时阵表示，烤地业备检完成是大家拍拼的成果。这个考验的是国家的意志，也考验的是我们的业者的决心，更是考验我们大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的用心。农委会嘛强调讲，希望讲第季会当互兽医师专业补助提悬到1个月8000块，而且甲兽医师补价到，安尼才会当确定所有政策执行到位。若拼国内的政策，面对总统大选压力车拼，进前国民党总统初选候选人郭台铭伫政见会提出中华民国破产的讲法，去互总统反击。下晡郭台铭佮批评讲，蔡英文面对负债情形，敢若会当用财政平衡经济发展，照顾人民街头性的进步等等的空话来回应。对这个代志，蔡英文认为，拿赢党内初选针对执政者进行无道理，甲一寡情绪性的批评，这毋是一个好的现象。我是不知道，我们的郭总
他是什么样赚大钱的啦，好，不过他是确实蛮会花大钱的哦。那么这一次的初选里面，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文宣哦，让我们也觉得说，这个钱应该花得不少吧。蔡英文强调讲，虽然国际情势小可有改变，不过国家经济嘛是维持稳定的成长，税金收入有增加，政府一直拢有遵守财政纪律，才会当有空间进行减税，实施各项社会福利。伊嘛认为，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伫中常会内底批评民进党即马三个法案，拢是为着要得到选举利益，无顾民生的讲法，有淡薄无公平嘛无合理。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民党。国民党的总统初选在暗时8点，要来进行最后一场的国情远景发表会，除了第记者经济人员的议题。不过，在这个民调开始进前，就有人风声放映，讲有支持者烦恼高雄市长韩国瑜会互创掉。对这款情形，韩国瑜也表示讲，用着平常心来面对，也讲到脱党参选的这个是假议题。也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向党中央来发声，要公开说明民调加准备的策略，避免民进党来变一个初选。高雄市长韩国瑜接受广播专访，除了炮打中央、提高这议题，也再多对国民党总统初选表态，强调家己拢是被动参加。假使初选无过，是不是可能脱党参选？伊表示这是假议题。目前为止根本就是假议题，这个民调还没有公布呢。对，如果这次民调没有办法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这个党下面的大选，包括立法委员的选举，都会受到影响。对支持者烦恼伊被做掉，韩国瑜以平常心看待民调结果，不过也照错向党中央发挥，假使无公平会冲击大选。政治法院长王金平也召开记者会表示，固定也拢被做掉焦虑，因为党中央爱公开说明调查处样的特殊性，甲提出隐形策略，就无恐惊中演换条事件。国民党的初选有被民进党操弄决定候选人的重大疑虑。已出现可以预期的奇奇怪怪的过程跟结果，自毁长城是大有可能的。面对王金平质疑，组发会主席李泰华表示，中常会伫主席高敦义提议之下，通过邀请王金平担任总统初选民调总督督，也经请罪集团出回答为伊支持的加分，或者是非什么无投的扣分拢是谣传，回答全名才有算。答个董事长，答个县长、市长，那不是我们所要的全民，所以我们会再把题目重复念一次。国民党也甲固定也达成部分共识，7月8号民调开始期间禁止市会甲手机拜票，而新北市长朱立伦照家己步调拍初选，面对过韩拢要甲王金平斗阵地步，也是认为不应该私下结名。在初选结束以前，我不会跟任何人去谈结盟的事情，也不会跟任何的候选人私下见面。前鸿海党主任郭台铭一早是甲网络名人开直播，继续伫网络业绩声量，也备战国民党最后一场国情远景发表会。这摆主题是经济财政能源环境，也是5人开始民调前的最后关键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六名国桃园队顶礼拜才摕到中职顶半的季冠军，今日雄雄要来转卖换头家。领队刘介廷下晡伫咧联名召开记者会，强调16年来用尽心力来投入到这个职业的棒球。不过敢有胆要饲一个球队，对一个中小企业来讲有影真吃力。为着球队的未来设想，找一个头家才是上佳好的办法。也强调讲是换金主，唔是要解散。南美国转卖消息一直咧传，领队刘介廷亲身来说明，专程是经验小几落届喘大开，一开始就宣告启动转卖定时。不时有时候会闪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没有勇气去把它就是真的说出口了。2003年加入中华职棒，为蓝鸟熊到南美国桃园，拢总摕到6届总冠军，最近7年就有5届。但是每一年了钱要挖一亿，对中小企业来讲是真吃力。为着让球队永远有竞争力，让更较有实力的企业来接手是上好。我们也逐渐的跟不上这个职业棒球快速
发展的脚步。那也因此今天才会在这边做出这个很困难，也很舍不得。无勇气讲出嘴的话，上痛苦的决定，因为无想要模糊焦点，才会选伫咧球季中间，甲选秀了后公布。未来不管什么企业要接手，无立场，干那希望留伫咧土壤。刘志廷嘛强调，球队是换头家，唔是改线。在企业正式易主之前，我们球队的经营一切也都会维持正常。年底我们也还有3连霸的目标要迈进。刘志廷讲，若是球季结束进前会当来转卖真好，但是即马是无时间表。若是球季结束进前无人接手，嘛会继续。而即马阁有3连败目标，也无到讲再见的时阵。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伫咧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这个地价不时嘛起起落落，伫咧台北市的东区，这2年啊，店家是一间一间收。介绍人买卖厝的中人就讲，过去行到遐行大的人，真是较输过去。那讲到这个厝税的行情，对这个6档甲看起来是650成，即马一平是剩无到15000块。不过到西门町这搭，依然是全台湾租金上介贵的所在。台北市东区无人条店家生意是差真多，有名餐厅嘛离开，连国际服装品牌嘛搬走，店面无人做比例真悬，毋过最近比例无去增加，维持伫1成左右，已经无共行业进驻，甚至处处降租金专卖。因为租金的修正啊，可能租金在修正在4成多，所以说你大概房价大概打个4成是蛮合理的，600、700上下是一个普遍把买方比较能够接受的价格了。根据房地产业者调查，台北市东区这6年租金的行情变化，东区店面租金上悬是伫2014年，每一平出租金差不多25000块到3万块。2015年、2016年租金开始出现下降，按过维持伫2万块以上，一直到2017年才无到2万。即马东区的租金向下修正，已经爬到差不多15000块左右。6年来下降幅度差不多4到5成。以这么高的租金承租到这样的标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店面可以顺利出租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愿，所以其实愿意去做租金的调价，它有一些修正，那甚至于最大的降幅达到4成以上。颠倒是西门町的商圈，租金已经略过台北市东区商圈，但是商圈外围西宁南路的店面，每一平租金是11000块。金华区汉中街人行区域，每一平租金上悬化到3万，而且佮找无店面通租，已经是全台店租上悬的商圈。因为西门町它本身的腹地比较小一点点，所以会造成西门町它很快的业种进去之后很会拉升，所以它当初在这2-3年，我看它租金最少都翻1倍以上。学者分析台北市商圈店面租金变化，其实能反映出商圈预算佮人潮流动。按照东区店租先降价幅度超过4成，按个目前敢是暂时机会。若是讲人潮继续减少，恐惊店租价继续降价，投保率若是比1%加，处处都会出现转租变卖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开卖40年的台北饭店，昨是无张店来停业。劳工局也表示讲，这间饭店的员工拢总有200多人，即阵月级伫咧发。虽然讲有加减拖着，毋过落尾拢有补甲到。虽然讲要叫这的劳工当去食家己，照规定是爱事先通报。若讲到薪水的问题，劳工局会搁再注意。骑着喜帖仔来到高雄博爱路这间大巴饭店门口，新人的家长是着急到强要跑出来，因为后生预计伫8月底要直接请人客，真侪喜帖仔拢寄出去，煞听到饭店要来停业。啊，个联谊会会长拢已经定了7道的宴席，嘛已经定金付了，煞是看到新闻才知影饭店要停业。我前天来的时候还有跟他拿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这是8月份要结婚的啊，那他也没有说有问题啊，只有昨天的时候就通知说。你看嘛，我们的帖子都印好，你看会不会生气啊？我现在要来确定啊，要赶快通知我们那个所有的人员啊。劳工局表示，大巴的员工大约200多人，虽然讲进前捌互因薪水较慢，但是5月薪资发有成功，而6月薪资是爱到这个月10号才会发。目前未当了解公司放假发袂出薪水，不过已经请同仁的爱掌握。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是，公司希望薪资能够分1个月分2次发放。
但是我们的员工希望说还是按照过去的约定，能够一次发放完毕。那薪资发放的期间、次数是必须经过劳资双方合意的。台北展的3间店，台南展的1间店，都营收不如预期，所以这个部分就造成我们整个资金上面的负担是很重的。劳工局表示，确实有员工烦恼会领袂到钱，嘛收到资方希望会当慢慢来发新的想法。不过这需要劳工同意，若是双方面要协商，会伫7月中了后开始。不过资方若无得到劳工的同意进前，薪水无准时发，嘛有可能面临着2万到100万的罚金。记者王刘婷、陈天坤高雄报道。镜头来到外岛偏湖，为着要保育马粪气塔的生态资源，偏湖敢若开放到7月、8月会当掠一个海胆。不过，这个自然生态保育协会嘅发言讲，敢若开放3天就掠了。这个学者也认为讲，资源若要永续，敢若设定禁捕期是无效的。上界重要的是进行着社区的自主管理。偏湖县农渔局也来表示讲，会向这个目标来打拼。马粪海胆就堆伫个路边，民众提假时，先轻轻卡伊个外壳，刷地真细粒，甲海胆摕出来，最后洗洗哩。偏湖县7月初1一开放会当掠马粪海胆，鱼港边就出现这款的景象。虽然会当掠的期间有2个月，但是学者观察，差不多伫开放3天内，海胆就被掠了。这个互学者烦恼讲，敢若是禁掠，阁无够，应该要推动社区自主管理，为保育区。我们可能3天就采完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不是一种叫永续性的采捕法，社区化是自己的保育区，那一起划2个区，今年采这个，明年就是采迷区，然后这样让这个另外一区就是总园库的概念。地平秀认为，要互海胆的资源永续，袂当干那规定会当掠的期间，以及掠8公分以上的海胆，需要有更加详细的配套。渔业署嘛表示，捌建议偏湖县政府安尼做。我们还是认为说，不要用像现在这种奥林匹克式的一种采捕你一开放大家就像赛跑一样，大家比说谁采的比较多应该是我们来定一个合理的采捕量。偏湖县农渔局表示，伫去年就伫咧乌坎推动社区自主管理，限制掠海胆，会先对3个社区来试办，再到扩大。以这3个社区为典范，去推演到其他社区，这样形成一个带状的一个保护区。根据宣湖古大东的地面收指出，40-50年前，偏湖差不多有2亿条的马粪海胆，但是要咧控制乌白利所造成资源用要无去。但是海胆向减少，会造成藻类增生，直接冲击到宣湖的生存。当时不电大乱的时阵，宣湖的生态系都可能面临崩坏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旧名大胆的大胆岛，自金门历史来出发，要到迄个所在观光，今年3月来开放咯。逐天就是开放到150个的名额，也毋过为着要维持岛上的治安，在7月初4，大二胆派出所也在咧岛上挂牌啊。这间派出所也是咱国土上西边的派出所。对小金门历史出发，船啊载着旅客一路驶到大胆岛，这离中国厦门无甲5公里。人讲是前线中的前线，离岛中的离岛。因应大胆岛开放观光，全国上西边、上远近中国的派出所——大二胆派出所，初2启用。那么我们也知道，大二胆岛曾经是海峡中线最前线的一个阵地。那么随着时空环境的改变呢，在今年正式的对外来开放，让游客可以透过预约的方式到大二胆上面来体验大二岛神秘的一个风情。今年3月开始，大胆岛逐天开放150名旅客上岛，为着旅客安全设想，警方成立大二胆派出所。这原本是军方的军火库，地点相当的特殊。远景逐天配合观光行程，做伙坐船啊上岛来巡逻。目前呢，这个大二胆派出所是由我们烈屿分驻所派员警在小金门随着观光船上岛来维护整个治安。大胆岛阵地光景，吸引游客对远路来。这个美丽又阁神秘的岛屿，伊的景致变化，也是台湾历史的缩影。记者综合报道。
在金门后厝的沙坡地有一个新景点，号做困去的战车。在几日遐有刷到游客爬到战车顶面来翕相，互网友讲是破坏着战地风景，而且这台战车的钣金酒驾真严重，若是发生危险，是后果不堪设想。退休的 M18 大钢鸟战车倒伫金门后厝沙坡地，网友甲军事迷甲号做困去的战车。平常时爱水退才会看会到，但最近所有游客爬去战车的炮管顶悬翕相上网。毋那网友批评，民众也认为因的行为是真幼稚。他们这个行为有点过于幼稚无聊。如果因为他们的不当使用造成损坏，我觉得这样以后的人看不到，我觉得这样很可惜。自民国41年，国军接受美国 M18 大钢鸟战车，正做增加部队主要战役。这台困去的战车是民国86年拖来后厝沙坡地，当作是反登陆作战的教材。后来就留踮遮，变做今仔日的模样。就这独特的战地景观来讲，全金门只有这一处。你后续要再找到这种，后续不可能有其他类似厨余的战车会拖来海边返。针对有游客爬去战车的炮管顶悬翕相上网，也互金门的在地人感觉真伤心。官方除了呼吁游客爱保护风景，更因为战车长期泡淡水底，酒驾真严重，可能会受伤，真危险。我们对待这台曾经保卫台海、保卫金门的老装备来讲，我们要用一种蛮尊重它的心态，千万不要再去攀爬、吊挂。捌是保护台海金门的老装备，即马煞互游客凊彩爬来爬去。破坏速度是愈来愈紧，未来若想要参观，也可能只有对相片才看有咯。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际消息。在日本九州受到黄山啊雨的方面影响，落大雨是落几啊日，各地头有传出着水崩山地基流起。爆花崩起的情形，也有民众因为安尼来死亡。各地头的政府也要求着250万名的民众赶紧去避难。溪水一直溢出来，流到街仔路。日本九州这几天一直落大雨，路头关内山区传出发生土石流，有民众因此死亡。各部分路段和崩起的土石断掉。而大理川的爆花已经崩起，另外嘛有几大条的河川的水位超过泛滥危险的关度。いつどこで大規模な土砂災害、そして川の増水氾濫が起きてもおかしくない極めて危険な状況に県内はあります。一人暮らしの高齢者の方々もたくさん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ので、ぜひ近所の方々が声を掛け合ってですね、早めにですね、明るいうちに避難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受到黄山雨方面地流影响，日本九州为6月28号开始，九州南部就一直落大雨，到这个月3号下晡2点为止，累计雨量已经超过1000毫米，等于超过当地7月份几个月雨量。和鹿儿岛、熊本、宫崎3个县拢发布了土石灾害警告。因为鹿儿岛在26年前捌发生过8流水灾，造成48人死亡，1个人失踪。22年前嘛因为大雨土石流，造成21个人死亡，互各地政府真注意。鹿儿岛甲宫崎县针对部分区域的99万居民发布了4级的避難警戒，另外有144万人是3級的避難警告。やっぱり一人暮らしだけですね。ちょっと横に川がですね。そこに水がたまるのは怖いけんと思ってですね。大雨后，JR 基督线部分铁基路地基被掏空，已经停开区间列车。九州新干线原本到鹿儿岛车班嘛停开，也是减班。目前已经有部分公司要求员工到10号为止停止上班。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伫内阁会议讲，会予14000名自卫队甲员警提名，随时支援救灾。日本气象厅预估方面会停留到6号，在这段期间可能会一直落大雨，要求民众家己的命爱家己救，赶紧去避难，莫等到大雨特别警告公布，到时阵可能会被呼走。记者陈世东报道。
在2000年库斯科号的唱水船爆炸了后，罗西亚的海军北方舰队又搁再传出了意外。罗西亚国防部也证实到，一台科学研究的唱水船，在伊个时阵进行着海底探测任务的时阵来故障，造成14名水兵来葬身海底。总统普廷也要求爱查出事故真相。这是2014年罗西亚总统普廷在巴伦基海北方舰队根据地北莫尔斯克港9月唱水艦官兵的场景。知影北方舰队拜一的时阵发生一个导火意外，和14个官兵来死亡。普廷隔顿刚取消所有的行程，调见国防部长来说明导火原因。На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м глубоководном аппарате Северного флота произошел пожар.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травления продуктами горения погибли 14 моряков-подводников. 罗西亚国防部长表示讲，这只科研唱水艦迄当阵当在巴伦基海领海进行海底探测的任务，火势经过官兵牺牲了后顺利来拍发，目前已经登去北莫尔斯克港来接受调查。针对这个代志，普廷表示真遗憾，而且要求国防部长必须要亲身去北莫尔斯克港来主导调查的行动。Это большая потеря для флота, да вообще для армии. И я приношу самые искренние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семьям погибших. 罗西亚北方舰队一向拢真神秘，官方嘛无公布即个出代志的唱水艦的型号，嘛无公开迄当阵面顶到底有偌济官兵。啊，毋过罗西亚的媒体报道，有可能是核动力 AS-12级的9型精灵马号，是北方舰队的特种唱水艦部队。啊，毋过罗西亚一直无承认这批特种核动力唱水艦的存在。普廷为着要提升国家的实力，最近这几年开真侪钱换新军方装备。小型的深海唱水艦会当伫1000公尺深的海底来作业，啊，毋过一般拢会配无男做伙。即个出代志的地点巴伦基海，伫2000年时阵嘛捌发生过库斯克号爆炸沉落的意外，迄当阵船顶118个人全数罹难。记者综合报道。外界号做香港版本的太阳花运动，也就是7一大游行，继讲中国的要求，香港政府要依法办理这个极端激进分子。中国的官方媒体也发布着驻港部队演习的相片，好亲像是秘书要讲吓惊。中国外交部也发出着声明，讲国际是袂用干涉着中国的内政。不过，英国的态度也真硬。外交大臣韩特也表示讲，中英两国捌签订着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香港一国两制。如果违反着国际文件，后果是真严重。香港紫荆广场高车旗升起来，庆祝香港回归22周年。另外一边，抗议示威的民众发动7一大游行，场面真无共款。抗议冲突愈来愈激烈，抗议民众提铁棍仔，讲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成功占领立法会，搬因香港版的太阳花事件。啊，不过随后顶部警察驱离。中国政府严正谴责暴力，认为示威者是极端激进分子，要求港府要依法处理。中央政府坚决地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置该事件。对外，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军网是发布驻港部队演习消息。其实早伫咧6月底，驻香港部队捌出动着海空三军部分兵力，伫香港周边海峡组织联合海空巡逻演练。公布的相片当看到，包括特战队、直升机对港、搜索科技船只等等。率先伫咧抗议了后，隔顿讲7月初2发布，时机真敏感。今年新增的飞行技能展示首次亮相，就给观众们留下深刻印象。针对香港反送中的抗争，中国外交部是将镜头指向欧美各国，呼吁袂当干预中国内政。啊，不过英国外交大臣韩特回应，认为中国应该了解事件根源，确保香港人民的基本自由。The UK signed an internationally binding legal agreement in 1984 that enshrine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ule, enshrines the basic freedom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ere'll be serious consequences
if that internationally binding legal agreement were not to be honoured. 针对中国当局指控外国势力插手，这礼拜将要下任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否认美国干预，不过美国有10万公民在香港投资，绝对有合理的发言权。We have close to 100,000 citizens living here, tens and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investment here. So we feel like we have a legitimate voice to express our concerns about issues of politics or governance or economic policy. 香港反送中抗议不断升级，对100万人街头示威到占领立法会，一再引起国际关心。只是北京的态度拔真硬。香港回归22周年，一国两制有关面临挑战。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民众除了反抗，另外也在关心因的未来。香港反送中自6月开始，有民众搁再开始打探移民的代志。有业者就讲，6月甲7月办理移民的说明会，报名人数比平常时是加1倍。有学者是认为讲，想要离开香港的人，大多数是因为无满意着政治制度，以及再加上环境的压迫，以及着对着未來感覺未安定。呢一啲嘅手續咧，其實我哋會喺台灣度會幫你安排，你飛一次去台灣就。會場內底坐真濟香港人，真少伫聽台頂嘅說明，要了解辦移民嘅方式，還有需要什麼文件。問伊是安怎想要移民，真正是三聲無奈。这个政治上变动得很快，所以好像每天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新闻，所以希望退休找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住下来这样。你都知道今年发生了很多事嘛，所以我不想送终，所以我就想买一个保险了啊。香港自6月份开始，小连发生几啊届反送中的游行甲冲突了后，业者讲最近办的这几场移民的说明会，大场拢收侪人，报名人数甲4个月比起来翻倍成长。客户是可能是2-3年前听说明会的，突然间就找回我们说 ，Jeff， 我现在差不多可以行动了。那最新的个案就是说，我本来有一个是9月份要去才打算去申请的动作的，现在他提早到7月份这样子。业者是无观察2014年雨伞运动，甲2016年发生旺角骚动期间，拢捌出现过移民热潮。林地外国当选特首了有较减退，如今发生反送中的抗争，移民的趋势搁一改变悬。离香港无远，而且语言真少的台湾，嘛是香港人移民的热点。根据台湾移民署的统计，2014年香港人定居台湾的人数超是600多人，2016年是超过1086人，了后每一年的人数拢维持1000人以上。移民都是一个不简单的决定，但是如果香港的情况没有改善，继续恶化的话，他们会觉得如果移民某一个地方，可能不是从前那么多。财产或是那么多可以负担得起的话，他宁愿放弃在香港可能薪水或者是工资不太高的这个工作，然后移民到新的地方去重新生活。学者表示，真侪香港人因为对政治气氛失望，却阁无法度改变，佮加上物价真悬，生活成本伤悬，不得已干会当选择离开家乡。而且大多数拢是高学历的分子。未来香港的局势若是无改变，移民的状况干会继续扩大，嘛有可能进一步减轻香港人才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要看的这条是台湾或者是天狗假日，伫咧2019年上届大型的日全食，初二的时阵在南太平洋就看会到。这个范围大约是伫咧智利以及着阿根廷，也吸引着真侪观光客，早就去等待啊。真侪来自世界各地的形象观测组观光客，伫咧以看天上真出名的智利北部阿卡塔马沙漠，看到壮观的全食日。是一段经过部分地区，经历超过2分鐘，天色全部變黑暗。It's my 5th eclipse and spectacular. The view all around, and then the shadow coming, the diamond ring, and then the corona. You know, it's a minimum corona. And I've seen different coronas, but this one was very special. And at the end, the chromosphere, the red chromosphere, I've never seen before. It was so intense. I think you become overwhelmed because even with today's technology, we can't copy that. So I think that's just something mystical.
这个全世界对于南太平洋开始，90%以上拢伫咧海面上，登陆南美洲南部已经是接近尾声。全世界的范围不哩啊长，差不多11000公里，跨度是150公里宽左右。除了智利和阿根廷会当看到全世界，其他所在亲像厄瓜多、巴西、乌拉圭等部分地区，敢若会当看到一片色。顶一届的全世界是2017年8月伫美国看到。智利当地顶一届出现全世界，已经是伫1592年，下一届要再看到，将会是2165年。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仔是带团到上海参加着双城论坛，也在出发之前，伊也发表着声明，希望借着双城论坛来表达台湾意见，化解着两岸问题。外界上界关心的，就是开幕致辞的时阵论述的两岸主张，以及敢会甲国台办主任刘结一来会面。郭文德也表示讲，大家继续看落去就会知影。台北市长郭文泰3号早起到上海市副市长庄明亲身接机。郭文泰第一站到全球上大集会箱自动化港口阳山深水港参观，对港区智慧化高科技设施创造高效率，让郭文泰印象真深。吞吐量相当高啊！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它到最终可以1年可以达到600万个货柜，这效率实在是太高了。到上海，郭文泰特别发出行前声明，搁一摆重申5个互相原则，希望两岸互相谅解，化解无共款的意见，强调两岸交通管道中断，渴望借着双城论坛，互中国了解台湾的意见甲想法。另外，外团郭文泰将伫5号下晡伫虹桥迎宾馆甲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会面。暗过郭文泰有留伏笔，爱大家继续看落去。这个明天的事，明天再烦恼嘛；后天的事，后天再烦恼。现在应该已经拟好，那你明天支持的时候？不会啊，我们通常最后1秒都还可以改嘛，对不对？所以紧张什么？你明天还在啊？你又不是今天晚上就跑回去的，继续看下去啊。无到最后关头，无简单透露敏感的细节，是后一个赶往浦东新区城市管理中心来参观，进行市政交流。结束紧凑的参访行程之后，上海市长应勇晚上就在新国宾馆这里来宴请台北市长柯文哲。而在明天上午双城论坛开幕，柯文哲会不会提出新的两岸论述主张，势必成为各界关注焦点。记者王巧智、谢振林上海报道。人讲食牛心肝火，望见父母因。为着要规范退休的将领去到中国，一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今仔日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在未来，这个将领若是退休了后，是终身袂使参加到中国的政治活动。若准做出妨害国家尊严、违法重大者，会使讨回每个月所领的退休金。过去体重副长捌伫台卡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讲，搁伫咧演奏对话国歌的时阵，徛起来第一，影响国内观感。立法院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包括规范捌做过国防外交、大陆事务甲国家安全相关副省长，也是校长以上的人员，未当副长参加政治活动甲对话政权的机会，我来行礼，而且删除正义版的退离职满15年无受限制文字，变做终身限制，还佫管制无限中国大陆。违法的人会剥夺，也是追回月退俸。领一届月退俸的人，上悬会当罚1000万。真正伤害军誉、影响国家利益的，是站在5星旗前面，站在中共的党政军举办的仪式活动前面，那伤害了民心跟士气。假国安之名呢，行使选举操作之实，就是把那些退将拿出来痛打，就把它等于违反国安的一群的戴罪羔羊。另外，为着避免像前国强院长方明珠落任3个月了后，隔离检底完定3年的管制年限，转入北京国强顾问。修法嘛通过退离职政务官，还佫直辖市长3年的管制年限，敢若会当增加，袂当减少。陆委会强调，讲修法已经伫详细范围以内，立管的人数伫2000人以内。我们是针对这个行为给予规范。我想，一个行为的规范，不应该有期限。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应该没有保存期限吧？退将副长修法，佫包括申报制度，退离职涉及国安业务，而且有机敏性的人员。管制期满了后，副长回来台湾嘛是爱申报。陆委会表示，会予机关放领裁量权。民进党党团强调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法是完成政府国安5法的上后尾一步。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航空罢工的人员为着这个三宝，逐工伫咧烦恼。中央航空罢工事件到今进入到第14天，中央也表示讲，目前已经有400名的空服员回来上班，所以因的运能会当提悬到7成。不过，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搁再强调，目前提回三宝的人数仅有113名。也有人讲到，保全公司已经甲工会来解约，已经将三宝还予工会。工会也来反驳这个问题。今仔日劳动部也协调着劳资双方的代表来见面，希望会当针对着团体协商的部分，针对着结果性来行讨论。不过地点是先无被公开。网友翕到中央空服员伫南坎多家教会排队要申请领回三宝的画面，劳资双方伫拜二中期协商，暗过无添到团协，团出未少空服员真忝，希望领回证件等公司报道。经团出负责保管空服员三宝的保全公司，已经伫6月底甲工会解约，三宝已经还予工会。三宝的话，它就是在台湾保全那边，公司它不要再搞这些小手段，它应该要赶快出来，而不是从外打压我们整场的罢工行动，跟我们签约的各种厂商。工会反驳保全公司解约，强调领回三宝只有113人。不过航空公司声明，目前有400位空服员，家己或者是托位公司协助，已经提回三宝回来报道，已经排入大兵班表，因此7月运能提升到7成。好，那我们真正想回来的还有600位有表态了嘛？600里面有包括先拿到400是已经拿到了，另外还有200个他们还在排队啊。因为他们现在就一直在拖延啊。护士中会谈判到讲到团结，中营表示爱看对方是毋是有生气。而桃园市空服员职工会是表示，礼拜5要号召150位罢工空服员，为南坎行到总统府，向蔡总统陈情。工会也已经伫拜日写配合蔡总统，以帮伫劳工争取民主路上政府应予保障。罢工行动特别满半个月，交通部长林佳龙再度发挥，劳资既然对无要求后算效已经部分共识，都应该赶紧结束。固然这个是一个民营公司内部的劳资争议，可它对于旅客跟旅行业者的影响，它的外部性的效果这个伤害是很大。交通部高层就算罢工结束，中营至少按2礼拜调排真日，慢慢恢复航班正常运作。罢工到即马已经取消517个航班，影响旅客143,731人次。记者综合报道。若要互你爱的人将你会记，这条你一定要注意。根据统计，全台湾大约有27万名失智症的患者。医生也表示讲，失智症这个病程大约是10年，轻度是3年，中度是3年，了后就进入到重度的失智。不过，根据统计，瑞士学堂上新的发现讲，有8成捌参与到认知促进课程的失智者。在这各方面拢有明显的改善，也表示讲，这款非药物的治疗是真有效的。老去伴，演唱老情歌。对麦克真欢喜的唱歌，这是62岁曲先生上介意的休闲活动。10年前因为脑中风引起血管型失智，记忆甲认知功能衰退，落尾伊去瑞士学堂上课，透过专业人员的引导，曲先生毋但变甲更较快乐，失智的部分嘛，敢若维持伫轻度的所在，而且阁会当来担任会场的主持人。去那里上课很快乐，因为我去唱别人不会唱的歌，我就好快乐。瑞士学堂是创立伫2005年，是专门替轻度失智者啊，阁有家属设计认知促进课程。15年以来，已经服务13万的家庭。根据统计，8成第一届参加瑞士学堂的失智者，参加了后讲话数量、人际互动、参加程度等等拢有改善。第2届参加了后，超有3成的失智者会当继续改善，5成会当维持伫咧原本的水准，表示讲这种非药物治疗对减轻失智退化真有效。在很多的训练当中，它甚至是结合了，就是说认知功能跟生活功能整个结合在一起。当然就是更能够看到，就是患者他能够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进步。国内一共已经有429处
那我们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会继续来扩增国内在做共同照顾中心的部分，我们也会来持续来增加。医师表示，4D症患者药物治疗会当活化神经细胞，若是佮透过认知刺激，会当引导神经发展。临床的方面，捌有轻度的4D控制10年无佮恶化的个案，而且卫福部嘛强调讲，全台湾已经有400外个4D社区服务据点，拢会当提供认知促进课程。记者综合报道。社会是有情有爱，包含着咱的大拜拜。伫咧婚林口湖，逐年旧历6月初7、初8，拢会举行着牵水庄。这个牵水庄的宗教仪式，真正是有爱心，是要超度较早因为大海涨来过往的先民。今年也咱婚林县文化处也邀请着当地的国小囡仔，做伙来看口湖牵水庄，要互囡仔了解到在地文化。小朋友真专心摕着纸，将伊固伫咧竹边顶面，用心制作水庄，就是为着要准备一当一摆口湖牵水庄的祭仪。伫婚林的口湖地区，每年的旧历6月初7、初8这2天，当地民众家家户户拢会准备水庄办祭仪。就是要让那个缅怀先人，让那些水灾罹难的人爬上来，让他们超度。咱3站是有12尊的翁啊，这个升级升级啊，再举起来交观音佛祖，伊就当做现在良女来转世，就是当去转世较好的子孙。婚林县文化处表示，牵水庄祭典的由来是伫咧西元1845年旧历的6月初6，大雨落袂停，过当天初7，透风落雨的冲击之下，造成婚林的口湖和四湖沿海地区几大千人因为天灾死亡。来透过牵水庄祭仪，缅怀先人，也要提醒后代的人爱注意天灾。让不只是我们在地的人，还有就是所有的人类去体验到，就是跟这个环境互相共存，然后去珍惜这块土地。婚林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口湖牵水庄伫2008年由婚林县政府登录做县内无形的文化资产。2019年，文化部嘛指定做国家级的无形文化资产和重要民俗活动。今年希望透过和小朋友做伙搞水庄，了解在地牵水庄的文化，嘛会当有传承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因对因的历史故事真有兴趣，在南市的原住民也发起到因要找因传奇故事的一个活动，也伫咧菲律宾的巴丹岛找到因祖先的梦。南市离菲律宾巴丹岛上北边的岛就无甲100公里，拄地缘关系到后来考古研究，就会当发现两地住民可能关系真密。为着更加了解两个岛千百年以来的历史，南市的居民头一届发起民间考古，要来跨海找找老祖先航海遗迹的行动。我们不敢讲说寻根，那至少说能够循着他的那个航海的那个路线呢，来走一趟。传说千百年前，达悟航海家夏本必都利嫩带着军队跨海去巴丹岛一个小岛沐浴。煞甲当地居民发生冲突，结果死伫咧小岛面顶，毋过一直找无遗址。这个南市的青少年，伫6月23开始跨海去巴丹岛来找找两个岛拢无发现，而且搁伫半途中找无路，毋过拢无放弃。二楼即天伫一个无人小岛面顶，用行探过一个架树林了后，总算找到传说中准形梦中群的遗迹，而且梦中的船头就是向南市。在我们的推论是跟兰屿。小本比多利人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联想。这是兰屿第一次用人力寻找史前遗址、祖先的遗址。安尼发现，互南市族人拢真欢喜，可能找到祖先甲巴丹岛千百年前海上沐浴，搁有捌大过的岛。而且嘛，证明讲台湾甲菲律宾的南岛文化有真密切的关联性。南市人呼吁政府会当用文化甲观光的考虑来推送南市甲巴丹岛的海上航线。记者综合报道。起厝的材质是800款，查起的厝敢有安全？嘉义市消防局也表示讲，只要是厝，拢有可能发生火灾，重点是赶紧逃生的时间。
一间一间用茶器的房屋分布伫嘉义市的巷仔内底。嘉义市积极推动木刀复兴的文化政策，毋过顶礼拜日嘉义市发生一件茶座房屋的火灾，造成2个查某囡仔刀伤未赴，不幸来死亡，嘛互茶座的建筑安全性引起大家讨论。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抢救，就发现是那个2楼的神明厅那边火焰就有冒出来。那因为是木质的隔间，所以火势扩散得很快。茶座的建筑开引起火灾，而且火势佫拖甲真紧，尤其是真侪民众为着要加强结构，伫厝顶也是外壁加铁档，嘛会互茶座的建筑有佫较大的危机。若是发生火灾，可能会翕伫内底烧。扫茶座的建筑的学者是认为，火灾的发生无一定是建筑结构的问题，内部的空间、反应的时间，导燃救灾动线都应该全面来评估。建筑燃烧的主角，还有就是火灾发生时候救灾的动线，那还有就是都市里面这个消防栓的配置、水压的问题，就应该用防灾的观点做一些规划。根据嘉义市财政税局的统计，嘉义差不多有成千户茶座的建筑，消防局嘛呼吁，主题火灾警报器的预警侦测，会当互民众带来逃生的黄金时间，鼓励民众爱到警报器，才会当减少这挂灾情搁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敢会落雨，做伙来看气象预报。北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1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为27度到31度。新闻的最后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